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私立康桥国际学校有一台交通车，昨伫即个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的文山磅空并车，车顶25个学生甲驾驶有20个人送病院，加载这人拢平安。校方讲，今仔日是有10个学生转来上课，后手会阁进行关怀甲辅导。原来这个驾驶伊伫学校服务期间记录是真好，要入去磅空进前嘛无超速，所以详细事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。这台游览车伫文山磅空来出去，弄着壁了后，阁驶一辆车并去，最后倒伫咧路中央。11暗时7点12分，康桥国际学校的课后社团交通车出事故，家长收到通知是正着急。我们联系不到学校，只有我们自己的班导，因为我们有群组可以讲话。那所以就是小孩就是上了救护车之后，有跟我说他们要去医院，知道医院地点，我们就去医院跟小孩会合，才跟亲眼见到小孩子。是 OK。交通车顶关的25位高中部甲国中部的学生，靠每一个学期的导生演练，拍开车顶的导生门走出来，伫路边等待救援。包含驾驶20多个人，计共有20人送医，加载拢无性命的危险。暗时11点40分登厝休困。这25位学生里面有10位有到校。好，那有15位学生今天是请假的，好，那我们也都请导师们在持续关心他们这些请假学生的情形。校方表示，会阁关心学生，替因甲课业补起来，因为这摆出事故，嘛会严格要求驾驶遵守安全的规范。不过家长质疑，学会校车登记外包，开伤警甲撞红灯的状况常常发生，敢有法度保护学生的安全呢？害怕啊。就是他就讲说我不想坐校车，我自己也亲眼见过康桥在校车在市区会闯红灯。等到这个事故原因调查出来，如果有很明确他有严重违规的情况，我们最终是可以跟他解约。校方表示，这台车2011年去年9月开始伫学校使用，驾驶2024年开始服务，正有2摆小违规，已经结案。若交通车入去磅空进前时速66公里，无超速。不过实际事故原因，也阁爱等警方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